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陆军航特部的战术直升机。这个月16号汉光演习的期间，因为惊直接来迫降，会造成民众甲人家厝更较大的伤亡，所以直升机是硬驶回去，伫个空军新竹基地来失事。正驾驶简任专、副驾驶高嘉良不幸来殉职。军方今仔日来举行着联合的公祭，对进2位飞官为中校甲小校。总统蔡英文嘛亲身来颁发着保养令。天开国旗为棺木砍旗，所有人徛起来致敬，场面庄严哀伤。现场是蓝色和白色做基调，上顶因2位永远拢伫台湾的天顶飞。陆军航特部601旅一架 OH-58D 战术直升机16号为着避免直接降落来，造成民众的伤亡，就伫空军新竹基地失事，正副驾驶不幸过身去。今日透早举行联合公祭。颁证保养令，总统蔡英文佮亲身颁发保养令，向家属慰问致意。边仔留言板有纸号，还佮有纸画的直升机，还佮有影片。任专刚刚这是你第一次让我觉得他做这个机器的方式，我一直很想这样子对你好。我觉得我一定会做到，我一定会做一个飞行官，你真的做到了。选一个政府驾驶简任专，还佮有高嘉良，甲因2位晋升中校和小校。因的骨头府会按照哩5指山国军示范公布，失事的报告8月才会公布。